今仔是5月20日，念起来就是我爱你，我爱你哦。所以伫台东的户政事务所，今仔就有真侪人选择要来遮登记结婚哦。因统计今仔有超过20外对要来登记。县政府哦嘛专工准备礼物，因为伫少子化的年代哦，望讲因会当加生几个囡仔来增产报国。台东市户政事务所的柜台20早起是小等所有民众来办结婚登记，因为5日空伫个华语共音的就是我爱你，新人较袂记得讲结婚纪念日。早起拢总有7对新人来登记，台东县政府嘛准备双双对对的好礼，祝福因婚姻长久。就想到今天的那个520谐音，我爱你这样。到520哦，那也种了对杯哈，就是给这一对新婚的夫妻哈，对杯，然后呢有空哦多饮茶多聊天哦，不要吵架。县府嘛趁这个机会鼓励新人加生贵的，现场拄好嘛有民众来办新生日的登记，县府就送出大礼包，甲民众说明县府的生育补助。人家幼儿的就第一胎哈有4万。第二胎有4万5，第三胎有5万哈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增产报国。县府统计，台东县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3年新生儿的人数正成长的地区。2022年1405个人，2023年是1468个人，2024年1559个人。县府认为讲，这表示推出的生育福利有效果。县府嘛暗算5日空，各乡镇市的户政事务所，包括预约和现场结婚登记的民众会超过20对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